即卖庄卡所在也有真侪乡亲是用灶、香茶咧烧煮物件，结果讲污染空气，去互罚钱。婚林市场有一户人家，到即卖拢也是烧茶咧香烧水煮三顿，结果去互环保局查到，讲因烧茶产生乌烟，造成空气的污染，罚款12块。涂骹这个茶本来是出现是即家伙啊，日常香烧水煮三顿利用，想要到1月份，互环保局开一张1200块的罚单。提身份证讲环保的单位讲要甲开单啊，我就听到我足生气啊！讲啊，你遐个香茶遐个人咧烘汤啊，加遐个做窑烤比赛啊，伊讲迄嘛拢袂使啊。出现是讲香茶是庄卡人的日常，伊甲因老母拢惯去食香茶的古早味。去婚林其他所在行行呢，确实有真侪人厝内也有灶，会香茶煮三顿，特别是过年的时，用大灶来吹粿。因过婚林县环保局强调讲，逐年拢开差不多10几张罚单，大部分是有人检举，才会派人去稽查。如果有检举，那我们有发现的话，那我们就依法，我们就不得不处分。还是呼吁民众那能够改用天然气。强调讲，袂调工刁难民众，因过政治空气污染是全民的共识，虽然影响到特殊惯习的这个民众日常生活。环保局议员是建议讲，为了环保，上好卖香茶。